60幾萬買到23年嘅 Taycan， 我真係未見過咁有實力嘅催更。話好耐冇見我拍試車喎，賣架車俾我111萬幾嘅配置單，黑肉色金屬漆啦，呢個貴啊，4皮幾嘢，對面揀咗5皮幾嘢嘅擴展豪華套件。下次大家唔好搞咁多配置啊，讀起身好麻煩㗎。嗱，有 Bose 啦，有電動充電口，有通風凳，有乘客副駕 mon， 隻拎嘅塗漆啊，1皮1，其實係比普通嘅油雞嘅波子平啲嘅喎，啲911啊、柏美嗰啲要14,000蚊，加埋拎錢呢度係51,000幾，性價比都幾高啊！睇到仲有 PDLS 4驅冷氣，頭枕盾徽 Sport Chrono， 點解咁平呢？冇反過嘅部車，全車原漆添啊，28,000公里，舊年5月份上牌嘅車，其實好合理啊！電車咪攞嚟咁揸㗎咯，你買架電雞一年揸幾千公里，咁你真係蝕到窿啦！睇睇份維保記錄，話咩又哼哼聲、嗡嗡聲，我第一次見啲咁嘅維保記錄，冷氣壓縮機異響喎，哇！提車冇耐有咯，不過係未見佢整過咩其他問題，所以你哋講嘅 Taycan 小問題多，係咪就係指呢啲呢？整好咗啦，23年車保修都仲有幾年啦，買就係啦。嗰啲話小米蘇7係工業垃圾嘅人，你啲 Taycan 喺邊度？賣咗未？人哋爽完賣俾我啦已經。如果呢啲都話未夠高檔啊，2秒幾加速嘅英國雜牌電雞啊，哇，成身都係碳，連倒車鏡都冇嘅，一睇就齋雞低配啦，900幾匹嘢，今年5月份先上牌，2000幾公里，70幾萬就有啦。